老盤即刻報，我係主持人 Eric。近期咧就有街坊同我留言，想揾翻一個近港珠澳大橋、性價比超高、價錢超抵，仲要帶埋裝修嘅一個項目。今期佢嚟啦，就係我哋坦洲鎮嘅一個日進半島啦。佢就位於坦洲鎮嘅一個康明路。可能咁講咧，大家就唔明白。但係如果我同大家講，日進半島去到我哋珠海嘅一個山姆會員店，僅需1公里，大家就知道呢個位置嘅含金量到底有幾咁高啦。咁日進半島嘅話咧，佢就係中山本土嘅一個開發商，至今為止咧已經有30幾年嘅一個歷史啦。咁依家日進半島咧，佢就分4期開發，目前在售嘅話咧就係我哋嘅3期33棟同埋30棟啦。咁呢2棟嘅話咧，面積都唔同。最細嘅話咧，去到90平方，大嘅話就去到120，價錢亦都好吸引嚇，9000零蚊，仲要帶埋裝修喎。你諗下，一條馬路對面珠海賣緊3萬幾蚊，呢度賣9000零蚊，你話佢性價比高唔高啊？咁如果出行方式嘅話咧，呢度亦都好簡單。如果大家有單排車嘅話咧，可以行港珠澳到達呢個小區，由人工島出發去到我哋小區嘅話咧，大概咧係15分鐘到20分鐘嘅一個車程。咁如果唔揸車嘅情況下咧，亦都可以坐港澳嘅一個直通巴士。再者啊，隔離仲有一個珠海嘅一個明珠站，僅需要10蚊雞就可以即刻去到我哋珠海站拱北關口嗰度，仲可以過埋澳門玩翻2手，再翻香港添。咁今期推出嚟嘅產品咧，聽聞下係超100%嘅實用嘅。咁佢到底有冇咁高咧？我哋即刻上去睇睇先。第一套單位咧，我哋就睇翻細面積嘅。我哋喺33棟咧，佢同我哋陣間要睇嘅30棟有少少唔同。咁33棟呢度嘅話咧，佢就係2個 lift，然之後就5伙嘅。前面2伙就係110嘅，咁後邊呢度嘅話就有3伙。我哋睇最細嘅面積，就係我哋嘅一個04戶型啦，90平方。佢90平方有個好處就係咧，佢可以做到飛機戶。飛機戶嘅意思即係中間，然之後房間左右兩邊分開。咁佢就做咗3個房間、2個洗手間啦。咁入嚟之後咧，佢呢度就係做咗一個飯台。後期嘅話，其實我個人認為嚇，如果俾我去處理嘅情況下咧，呢度我會做翻一個類似於中島台咁樣做個 T 字形出嚟咧。咁你上面又可以擺啲酒櫃啦，又或者可以擺啲自己嘅茶餅啦，亦都係冇問題嘅。咁隔離就係廚房啦。廚房呢度嘅話，佢就做咗個1字形。咁我個人認為就係佢90平方。擺雪櫃嘅呢一個位置會有少少細，咁當然後期嘅話呢度其實亦都可以改，係冇問題嘅。抽油煙機、爐灶、消毒碗櫃全部都係開發商送，咁佢就係做咗一個1字形，切餸喺呢度切，咁啊煮飯、洗菜、再入鑊係完全冇問題。咁呢度咧佢亦都係有一個細細地嘅一個生活露台，咁呢個生活露台正常就係要嚟擺洗衣機啊同埋晾衫。咁因為90平方嘅話，其實就大部分都係2公婆。或者係2公婆帶一個細路仔咁樣嘅啫，因為佢房間嘅話咧隱私性會好啲。咁嗱，廳咧佢就係做到4米，左右兩邊都有房間。咁我哋就一間一間睇啦。右手邊第一個客位呢度嘅話咧，佢就做咗一個3進式嘅一個，出邊就洗手盆啦，入去就係馬桶同埋企缸位置嘅一個區域。咁隔離呢度嘅話，佢會有一間房間。呢間房嘅話咧，可以作為長輩房，亦都完全冇問題。因為佢嘅一個飄台，即係無論係大細面積都好，佢係將贈送嘅嗰個飄台幫你 book 咗，咁你就可以做到3邊落床，亦都可以做一個80公分嘅一個大衣櫃啦。咁然後咧，客廳4米出嚟之後，有人會做風窗，但係如果係俾我自己嘅話，就好少風。咁當然低樓層嘅話，如果你睇園林嘅話咧，風窗係 No.1 嘅，因為你睇出去綠色嘅景色咧，係1年4季都唔同嘅一個景色，係好舒服嘅。咁然之後就睇翻細路仔房間，入門嘅一個左手邊咧，細路仔房間肯定靠住媽咪房噶啦。嗱，入嚟先，佢大到好離譜，佢係類似於一個 L 型咁樣，睡眠區就喺呢個位置。咁平時望出去嘅話咧，就係睇翻我哋園林嘅一個景色。呢度就做咗書台。咁後期嘅話，如果係覺得書台壓定嘅話咧，其實我個人認為呢一個位置可以做個衣櫃。咁書台可以擺呢度，亦都完全冇問題，因為佢細路仔嘅房間真係好闊。最主要係張床好長。咁細路仔房間隔離嘅話咧，就係主人房啦。主人房呢度嘅話咧，90平方，
佢都可以做到3個房間帶2個洗手間。主人房嘅一個套間咧，其實你話佢大，面積擺住喺度90平方，大得到去邊啫？有一個企缸位俾你，同埋佢唔嘥位啊！最主要係，我諗好多街坊應該都好討厭，又話送個位置俾我，日日要我坐住沖涼，有冇可能啊？係咪先？所以呢一個開發商咧，佢就將該有嘅飄台全部 book 晒，亦都係送晒俾大家。主人房嘅話，你如果想擺一張2米嘅床咧，大概去到呢個位度，一樣可以做衣櫃同埋3邊落床，亦都可以滿足得到嘅。咁衣櫃嘅話，其實你係靠牆做一個到頂嘅衣櫃咧，就好 perfect 啦。咁呢個單位咧就係90平方，陣間咧我哋就會睇翻110平方同埋120平方，我哋等陣見。嗱，上到嚟30棟之後嘅話咧，佢嘅一層構造咧就係2個 lift， 然之後就4伙，前面嘅一個0102咧就120方嘅。我哋依家要睇嘅話咧就係03單位。點解要睇03唔睇04咧？咁其實因為呢2個面積咧係差2-3個方，但係最主要一樣嘢就係大家可以睇到呢度有個防火門，過嚟之後嘅話咧，右手邊呢度就04，你門口使用到嘅一個空間咧，即係相對嚟講會少好多。咁而03咧喺呢個位，自己後期可以做一個鞋櫃，又或者係細路仔嘅單車，包括送外賣或者係快遞可以抌喺呢度，亦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呢個空間嘅話咧，你使用率咧就會高好多啦。但係就唔好裝啲固定嘅，只可以移動嗰啲。入門之後，示範單位呢度嘅話，佢呢個鞋櫃其實係會少咗少少。如果係04嚇，出邊就可以做多一個鞋櫃啦。其實佢呢度嘅一個使用面積嘅話咧，係去到100%嘅。首先入嚟之後咧，左手邊呢度就係做咗個4人嘅一個飯廳啦。後期嘅話呢度係會有趟門。廚房嘅話，其實我係覺得夠用嘅，因為佢如果係按照呢一個面積111咁樣去計嘅話，咁你其實做一個 L 型嘅一個廚房。咁冰箱擺邊度咧？正常冰箱就放呢個位。咁如果係覺得個冰箱細得滯嘅話，想放大啲嘅可以放出邊呢度，咁佢呢度亦都係留咗個插蘇位俾大家嘅。咁包括咧櫥櫃啊、星盤啊呢啲廚房3件套係全部都有嘅，你放心。另外最震撼嘅一樣嘢就係個廳，個廳其實我覺得佢係好闊嘅。嗱，咁呢個廳嘅話咧係去到3.5米，接近4米噶啦。咁然後佢呢度示範單位就做咗風窗。坦洲嘅樓咧，老實講一句，如果你話要景色好靚嘅話咧，係好難揾到嘅。如果你轉個角度去諗，唔想要高層嘅話，低層亦都可以睇園林，亦都非常之正。咁前面咧嗰塊吉地嘅話，再往前行少少嘅話，就係我哋嘅一個第4期。但係最主要放心一樣嘢就係前面綠色嘅一啲植物係完全係冇遮擋咁滯㗎。睇完客廳啦，睇翻房間先。咁佢房間嘅話咧，就係做咗3個房2個洗手間。第一間房咧，其實我最初嚟到呢個樓盤，我覺得佢每一間房都做到非常之大，可以睇到佢係擺咗一張1.8乘1.5米嘅床。咁佢做到3邊落床之餘咧，佢最主要其實就係個飄台位幫你 book 咗。咁個飄台位 book 咗之後，你自己可以喺呢度做一個書台，又或者係化妝台，次和大部分一唔係就細路仔瞓，一唔係就爹哋媽咪瞓。咁如果你做個櫃體喺呢度嘅話，下邊又可以放一張凳。咁就空間非常之足啦，亦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咁呢一度嘅話咧，如果你要做衣櫃嘅話，其實佢都有幫大家度好個 size。你如果做80嘅話咧，大概就呢度靠牆80到頂嘅一個衣櫃。咁你3邊落床係完全冇問題嘅。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呢啲單位實用性係非常之高。咁客衛呢度嘅話咧，亦都有個好處就係客衛嘅廁所門就唔會對住次臥嘅門口啦。咁客衛之後咧入嚟，佢亦都消失咗一樣嘢，就係咩咧？大家討厭嘅一個飄台冇咗，佢係俾你用得到嘅位置。客衛呢一個，我覺得佢係好闊，同埋呢啲鏡櫃啊、馬桶啊、洗手盤啊，全部有齊俾大家嘅嚇。咁然之後細路仔房啦，咁細路仔房嘅話咧，俾我嘅感覺其實佢亦都係大。佢做咗個榻榻米，不但止咧，佢又將個飄台幫你駁埋，導致咗細路仔張床咧就會闊好多。咁剩餘嘅空間有細路仔嘅情況下咧，咁你呢度做個書台，又或者係平時坐喺度放張台喺呢度俾細路仔學習，其實係好舒服嘅。咁然之後呢邊嘅話，你又可以擺細路仔嘅書包啦，又或者係好似佢咁樣擺啲書喺嗰度。咁其實細路仔大個咗，咪再搬去次臥咯，係完全冇問題嘅。咁主人房佢亦都係帶套間，廁所門係唔會對住張床嘅。套間入嚟之後咧，佢就做咗一個鑽石嘅一個企缸位。咁鑽石嘅呢一個企缸位咧，
佢亦都消失咗，即係我哋平時討厭洗手間裏邊嘅嗰個飄台啦。咁佢亦都利用空間得非常之好，因為佢係噏咗入嚟，咁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名廁。咁當然你唔好打開窗沖涼啦，係咪先？有抽風噶嘛，係嘛？咁如果係話兩公婆使用嘅呢一個套間，其實我係覺得係 OK。主人房咧，佢就擺咗張細細啲嘅床。咁當然，如果係自己瞓嘅情況下咧，就可以擺翻一張2米乘1.8米嘅一張床。2米嘅空間咧，大概就係多到呢度咁樣。咁其實如果再往前移少少嘅話，你一樣可以做到3邊落床，然之後做一個到頂嘅一個衣櫃。主人房嘅飄台，佢亦都打埋俾你。咁主人房嘅一個景觀嘅話咧，就係270度嘅一個景觀。其實佢呢度無論係大細面積，都係將飄台全部剝晒送晒俾大家。我覺得呢一樣嘢先係叫實用性嚇。咁睇完我哋嘅一個03嘅面積之後咧，就睇翻我哋嘅一個大少少嘅面積就係02啦。咁佢同03又有啲咩區別咧？千祈唔好錯過，我哋即刻去片。睇完03之後啦，就嚟到翻我哋嘅02。咁02嘅一個建築面積咧就係120平方嘅。咁首先門口冇 area 唔緊要，第一樣嘢佢送咗間房俾你，你冇聽錯，佢係送咗間房俾你。咁當然啦，呢一個位置嘅話咧，斜角嘅位其實大家亦都可以做一個弧度嘅一個鞋櫃。第一個贈送空間就係呢間房啦。咁呢一間房咧就可以發揮下大家嘅一個努力小宇宙，可以做機房，亦都可以做細路仔嘅兒童空間，亦都可以做老婆嘅麻雀房，再者做埋兩公婆嘅一個衣帽間，亦都係完全冇問題。呢一個位置咧係全部贈送晒俾大家，並且佢送得俾大家咧，佢亦都唔會做到即係冇窗又冇光呢樣性喎，係做埋窗出嚟俾大家。所以其實依家先知道點解佢可以做到100%嘅一個實用率。入到嚟之後，120平方南北對流嘅一個設計。左手邊呢度嘅話咧，佢就做咗一個中島台啦。咁我後邊就係廚房。咁其實我覺得佢呢個 design OK 嘅。我如果係有咁嘅空間，我都會咁樣做。但係我係會更改少少就係咧，因為佢呢度嘅飄台剝咗送俾大家，我係會選擇喺呢一度做翻一個高腳櫃。咁然之後上面可以擺啲咖啡機啦，亦都可以儲藏一啲嘢啦。咁因為酒櫃咧，佢就 design 咗呢一邊。咁如果呢度嘅話咧，我就覺得我可以設計一個即係平時用到嘅咖啡機，又或者係製冰機，亦都係冇問題嘅。咁就唔會有個過廊喺呢度，即係做翻一個 T 字形，跟住佢呢個中島台向前行，你嘅使用程度就非常之 perfect 啦。咁廚房之後咧，佢亦都有個生活露台俾大家。嗱，咁廚房啦，呢度就完全係夠晒位置俾大家去做一個雙門冰箱啦，都係一個 U 字形嘅一個廚房啦。咁呢度就係炒餸。呢度就係切菜或者係煮飯，咁呢度就洗。佢係有2個露台嘅。第一個副露台嘅話咧，如果你係話要嚟擺洗衣機或者係要嚟晾衫嘅話咧，其實佢係夠嘅，因為煤氣管道都喺呢個位置。咁你燃氣機就擺喺呢邊嘅話，亦都唔會係話有啲咩美觀嘅情況啦咁樣。哇！佢呢個使用率真係高。咁然之後個廳咧，哇！又比啱先闊咗好多。呢個廳係有成4米嘅一個闊度。咁然之後，佢示範單位亦都係做咗風窗啦。咁佢呢個風窗嘅話，後期大家睇下中唔中意啦。因為交俾大家嗰陣時咧，呢度係會有趟門嘅，咁佢就冇風窗。即係如果我自己就唔會封咯，我中意陽台多啲。咁當然，依家有好多啲街坊，大部分都中意風窗，唔需要搞咁麻煩嘅一個衞生，係啦。咁然後佢係做咗4間房嘅。首先入嚟右手邊第一間房，其實我覺得佢呢一間房同啱先嘅03係差不多一樣，佢就將飄台亦都係剝埋俾大家嘅。咁你好似佢咁樣擺個櫃桶喺呢度，即係你平時化妝又好，又或者係爹哋媽咪放啲存摺啊、黃金啊、珠寶啊，亦都係冇問題嘅。咁客位呢度佢就同3條1差不多一樣，其實就唔會係話特別大好多咁樣，係啦，因為佢120平方大喺廳嗰度。大喺贈送嘅地方嗰度，係啦。咁然之後細路仔房間，佢亦都係將飄台剝咗，然之後靠牆擺咗張1.2乘1.8米嘅床。呢度就做咗個書台，書台嘅話呢度就做咗個衣櫃。其實呢個衣櫃我覺得，如果後期自己住嘅話咧，可以做到呢度。咁然之後到頂，咁就非常之靚啦。
即係平時可以收納下細路仔嘅衫，無論男仔女仔咧都好多衫噶嘛，細路仔係咪？嗱，咁主人房我覺得佢非常之長。嗱，佢呢一張床咧就係1.8米乘2米嘅，佢目前係可以做到3邊落床之餘咧，仲做咗一個靠牆嘅一個衣櫃。大面積嘅話咧，主人房嘅洗手間門口係會對住張床嘅。咁一般我哋建議去做嘅情況下咧，呢度就唔放衫，上面呢度做一個化妝櫃，啲衫就可以放喺呢度，咁樣做出嚟擋一擋，咁就非常之完美啦。房間嘅飄台全部幫你剝晒，所以你呢一張床往右移少少咧，你做3邊落床亦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佢呢一個120平方同3條1嘅推別咧，其實就係120，佢係冇主人房嘅270度嘅一個景觀，咁啊只有正面、直面嘅景觀。咁呢個景觀其實亦都係唔錯嘅。其實我覺得低樓層係睇完係好舒服。咁啊，主人房嘅一個洗手間，主人房嘅一個洗手間咧，其實就冇太大嘅一個特別。洗手台特別長、特別大，鏡櫃亦都係特別闊。目前除咗呢啲花香水啊呢啲咁樣，全部其他嗰啲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啦。咁後期如果自己想改加浴缸嘅話咧，細細地嘅浴缸其實我覺得亦都係夠用噶啦。因為平時主人房嘅洗手間都係主人用噶嘛。90平方到111到120平方咧，每一個戶型佢都有自己嘅一個優點。最好嘅一樣嘢就係、佢無論係90又好，又或者係120都好，開發商咧係將贈送俾你嘅地方全部擴闊晒俾你去使用嘅，實用率係非常之高。喺坦洲以珠海交界嘅呢一個位置嚟計咧，其實我覺得佢呢一個價錢又開得真係幾抵，並且仲要帶埋裝修。咁如果你對呢啲單位有興趣嘅情況下，嗱聲唔好錯過。掃描上面嘅 QR code，又或者可以喺下方留言，我 send 詳細資料俾大家。今期節目咧就差唔多到呢度啦，我哋就下期再見，拜拜。